华视在地新闻继续来看，远东集团进前去中国来罚款着20亿。这个集团的董事长池旭东昨暝参加家己公司的耶诞树点灯的暗会，媒体甲追问这个代志，伊无讲啥，是今仔日投诉着平面的媒体，伊是以自称的工业人来自称，讲家己反对台独，支持九二共识，嘛希望台湾社会唔通对到中国去发展的企业有敌意。这个行政院长苏贞昌是讲，中国这种对大企业讲法道法的野蛮的做法，应该互世界来配烂。董事长怎么看？被罚钱会委屈吗？拢无想要接受采访。伫中国投资的企业荷人发钱了后，远东集团董事长池旭东头一摆公开露面，甲过去台风的态度完全无共款。因为出席本身企业的点灯活动，看起来心情阁袂歹。池旭东伫台顶听耶诞铃声做伙咧唱歌，虽然无接受采访，不过伊心中自有定见。以自称的工业人自称，投稿予平面媒体，讲伊甲多数的这台湾人共款，希望两岸关系维持现状，更加意向反对台独，支持九二共识，甲支持一中的原则。伊更加讲，即马台湾社会和去中国投资的企业有罪恶感，其实无必要。伊对着出手甲罚钱，中国政府拢无讲。行政院长苏贞昌又要替伊讲话。中国共产党这种一党专政、蛮横动作，对我们国人施压，又企图以商为政，都是被世界唾弃的。国台办伫重罚远东集团了后，重新无允准台湾的企业食饭弄破鼎，更加这企业反对台独。即马池旭东已经表态，政府嘛表达挺企业的立场，未来有投资中国企业，恐惊就要做好相当的准备。